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開始之前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仲要撳埋個鐘仔，咁樣一有新片時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今日我哋要傾嘅係一個表面上好簡單嘅娛樂新聞。曾比特喺32歲生日嗰日喺社交平台大晒一張腹肌照，仲同時宣布咗佢剛剛加盟英皇娛樂。不過呢件事表面睇似係一張相，一個簽約，細細望落會發現佢背後牽涉住形象重塑、娛樂圈資源重新配置、粉絲心理，以至網絡時代藝人經營個人品牌嗰啲微妙變化。呢啲先係我哋今日要深入拆解嘅位。首先講翻事實，曾比特確係喺生日當日放出相，唔少傳媒都用大晒腹肌、朱古力腹呢啲字眼去形容。仲有報道指出佢話用咗1年時間去操先練成而家嗰個體態，並有媒體同佢訪問呢，記錄到佢平時每周 gym 做足6日，每次2個鐘，飲食控制為主。好，睇清楚基本資料之後，我想用一個較生活化但係有啲分析深度嘅角度去拆解點解一張腹肌照會 big deal，而佢背後所代表嘅意義係咩？曾比特出身於全民造星2嗰陣，佢嘅定位並唔係典型嘅型男偶像，甚至曾被稱為肥仔波。但近年佢參與內地綜藝，例如《聲生不息》、《披荊斬棘》，人氣上升，從舞台表演、聲音輸出到綜藝形象，佢慢慢攞到更廣嘅關注面。今次佢由造型、身形到所屬公司都發生變化，爆炸頭唔再係唯一標誌，結實肌肉、瘦身後嘅線條，甚至係可操控嘅形象，呢啲都係明確嘅轉型信號。媒體同行銷平台當然唔會放過一張意外被攝影師捕捉嘅腹肌照。點樣成為一個包裝與議題操作嘅入口，係值得我哋好好講下嘅。第一，喺香港同華語娛樂圈，形象係一種資本。對於一個歌手每藝人聲線台風當然重要，但外形、造型同市場定位會直接影響到唱片公司、通告方或者遊戲代言等商業機會。曾比特決定公開佢嘅苦練成果，等於係話我唔單止係嗰個有聲音嘅人，亦可以變成一個可以做型格舞台、做時尚代言、做健康生活方式推廣嘅全方位藝人啊！簽約英皇呢件事係個關鍵點。英皇喺香港係一個有資源、有資金、有製作同運營經驗嘅公司，入咗英皇，等於佢未來喺歌路造型宣傳方面會獲得更多策略性支援。呢個就唔係單靠一個獨立嘅小團隊可以做到嘅。媒體亦會以轉會形象大改造去放大一件事，吸引話題，從而為未來作品鋪路。第二，呢張相同佢話用咗1年時間去操嘅呢個時間軸，值得我哋分析下藝人如何用長期投資改變自我品牌。你要知道，藝人唔係拍幾張靚相就可以改頭換面，背後有系統嘅訓練、飲食管理、造型團隊配合、攝影同宣傳節奏。曾比特講自己每餐食雞肉，好耐冇食甜品，健身2個鐘，每周6日健身，呢啲描繪出一個刻意而有紀律嘅自我管理路徑。當你將呢啲紀律向公眾透明化，粉絲會睇到一個更可敬嘅努力故事，由被動到主動，佢係用方法去改變命運。呢個故事喺社交媒體時代特別好用，因為觀眾中意故事係努力後嘅成果。第三，探討下粉絲心理同媒體生態。當一個藝人由平民路線向型格市場轉化，粉絲群會產生2類反應，一類係老粉絲，佢哋可能會懷念曾比特以前嗰種親切感、可愛形象；另一類係新粉絲，可能對佢而家嘅外形、舞台可能性更有興趣。對經紀公司嚟講，增長新粉絲同保持老粉絲嘅黏性都係挑戰。媒體就會捉緊任何可以引起討論嘅元素，例如無預警箱被攝、生日、食蛋糕1次等等人情味小細節，去做更生活化嘅角度報道。從公關角度，呢種做法有佢嘅好處，低成本、高曝光，而且可以主導輿論走向，營造新形象嘅驚喜又真實嘅感覺。第四，我想講嘅係
呢件事亦反映咗一個更大嘅趨勢：藝人個人品牌化與經紀公司資源匹配。當今嘅娛樂圈唔係淨係比創作好唔好起勝負，仲有睇你點樣包裝自己，點樣令媒體同商業界相信你係一個可以投資嘅項目。英皇簽入曾比特，代表公司對佢有商業想象力，可能係音樂新作，可能係舞台表演，可能係更多跨界活動。曾比特本身亦好識做，公開希望老闆開金口合唱，係一個好聰明嘅公關動作，既搞笑又務實，拉近企業高層與藝人之間嘅距離感，亦為未來合作鋪路。新聞報道亦都提到，佢以前喺環球時期資料被移除，最近以新髮型出席公開場合，呢啲蛛絲馬跡都顯示出，其實轉會已經喺有計劃嘅軌道上運行。對於觀眾、粉絲、每創作者嚟講，點樣去睇呢件事？我嘅建議係用多一點同理心去看待藝人轉型，背後有辛苦、有選擇、有資本運作，但同時亦要保持批判性思維。媒體同經紀公司有時會選擇性地放大某啲元素，令某個時間點成為話題爆發點。對曾比特嚟講，今次係一次重新出發嘅良機。佢既有實力唱功，又有新形象，可以試下把握英皇嘅資源，將音樂、舞台同市場做得更好。對觀眾嚟講，無需過早下定論，俾佢時間用作品同表現去證明自己，而唔係淨係靠一張相同一句話去定義佢嘅未來。